新北市电力最部行文化资产的南管新金主剧团，主要伫咧推广高家戏。除了伫有校园巡演，也有亲入社区教课。亲像伫中华着几落个社区课程，真侪社区妈妈一学就是10多年。才做剧团固定演出调来，这资源的固定班底，也斗相共来传承这项戏剧。但细米，以我打点走，水。 爱落落去打。对老师调整脚步姿势，中华南北馆音乐戏剧馆上高家戏的社区妈妈，普遍拢5、60岁啊，但因也是真认真咧学。伊甲你讲到这个包进入回来，你这是一半是真惊吓吼，包进，目睭瞪大你一个。我拢冇咧困啊，剧本拢冇咧困，真正年纪愈来愈大，你。 硬背咱是无法度，所以咱是爱吼，就是慢慢啊安尼看。每一个人做认真的，所以伊哦，伊当家我分互因的剧本吼，人因拢做暗号、做记号，到倒位停，到倒位安那。一本册是画甲密密麻麻啦，因若摕来我看，我无法度通看，因为伊画甲安尼我看无啊。 南管新金主剧团自民国100年开始伫社区推广高家戏，嘛因为少年辈有学习意愿的人少，所以其实内底学员拢有年岁啊。虽然因但是嘛拢无基础，搁加因为高家戏真侪专场腔、分音等等，声调搁悬，学了真辛苦。毋过真侪人要是坚持到达。老师在唱啊，听老师在讲啊，而且那个词就很美，嘿，听。虽然不会唱，就跟着哼，然后就一直学到现在啊。有社区妈妈讲，练久感觉高家戏词足水的，加上这种戏足罕见，因拢真有使命感。即马这寡社区妈妈嘛，正做剧团的班底，除了伫校园巡演，嘛对咧推广高家戏的文化，为传承斗骹手。记者林亚武李旭凯综合报道。